俄羅斯嚟緊而家就喺度行緊封鎖消息噶啦，因為俾你知道真相，你哋分分鐘會推翻佢嘛。哇！你又話還我呢個俄羅斯奇蹟嘅，結果我哋一朝回到呢個前蘇聯，衰過以前啊，衰過舊陣時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咧就咁睇，其實前線一定係損失好慘重，所以佢先要封鎖呢啲消息。Telegram 亦都一樣啦，因為裏面有好多嗰啲消息播出嚟噶嘛。咁當然啦，烏克蘭嘅情報部門亦都識得利用呢啲咁嘅情報去擾亂俄羅斯，去打擊佢哋嘅信心，似乎成功啦。因為俄羅斯而家咧好虛怯，佢哋被呢個烏克蘭咧打擊到咧，基本上體無完膚啊！真係打到佢咧係搖搖欲墜啊！呢個政權，咁啊會唔會有人趁機作亂咧？其實而家普京就係驚。如果唔驚唔使咁樣啦，係咪？因為咧，當人對佢嘅信心失去嘅時候，都對呢個普京嘅支持有所動搖，就會可能會有人想出嚟取而代之。